親愛主，我哋感謝你，我哋又平安度過一個星期，我哋在你自己嘅看顧下，能夠有平安喜樂，有健康，能夠活在你自己嘅眼目之中。我哋知道世界上好多嘅誘惑，以致我哋時刻都會有落在罪惡網羅之中嘅危險。但係主你教導我哋，將你嘅話藏在心裏，我哋就不致偏離，我哋就能夠行事為人，能夠與蒙召嘅恩相稱。主，我哋願意在我哋平常嘅日子之中，都能夠時刻查考你嘅話，因為你嘅話語甘甜，你嘅話語充滿力量與安慰。求主你真係俾我哋有好似鹿渴慕溪水一樣，能夠時刻在主話語裏邊用功夫，以致我哋屬靈嘅生命能夠長進。我哋願意將呢個主日學嘅時間恭敬帶到主嘅面前，求主與我哋同在，賜下聖靈啟迪教導我哋，能夠明白你嘅心意，以致我哋能夠遵循走在你嘅旨意之中。我哋知道仲有弟兄姊妹未嚟到我哋當中，求主看顧保守，不論佢哋落在乜嘢光景之中，你清楚，你知道，你會安慰，你會幫助，你會醫治。我哋以上不完全嘅禱告，但係奉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好，我哋上次講到《使徒行傳》第15章第1節。佢話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訓弟兄們說：你們若不按摩西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救。呢個係15章嘅主題。點樣可以得救呢？今日大家個個都可能好清楚，信耶穌就得救。但係初期嘅教會，佢哋有一個問題出現，因為初期嘅使徒傳福音嘅對象大部分都係咩？猶太人，佢哋個個都自細就點啊？受咗割禮，所以信耶穌唔需要再提到受割禮嘅問題，因為佢哋自動已經係受咗割禮。咁而家呢？而家唔同啦，而家係外邦人信耶穌。咁有一啲猶太嘅信徒就覺得唔合法喎。佢哋外邦人唔受割禮應該唔得救。除非佢信咗耶穌之後加多一樣嘢，遵守我哋摩西嘅律法去受割禮，我哋就承認佢係神嘅百姓。呢個係從呢個概念出發嘅。以色列人有一個錯覺，佢認為佢哋係神嘅獨一嘅選民。神應許亞伯拉罕俾佢哋嘅恩典嘅祝福有係咩？係單獨俾以色列人，所以佢哋有咗一個民族嘅自高感認為係比其他嘅民族都係高嘅，我哋先係神嘅選民。所以呢，佢哋就話：你咁樣信咗耶穌，唔行摩西嘅律法，咁你又點啊？你仍然係外邦人。因此就出現一個咩問題呢？
外邦人嘅信徒同信猶太教而轉信基督教嘅信徒兩個在團契相交上有矛盾。佢話佢唔接納得佢仲係外邦人，因為佢哋認為外邦人係咩啊？係唔清潔嘅，所以咧佢哋初期教會有啲咩情況發生㗎？個個都喺嗰啲家庭教會裏邊有所謂愛筵。咩叫愛筵啊？即係話一齊食飯。咁呢班極力主張呢個遵行摩西律法嘅猶太信徒咧，就覺得唔能夠同佢坐埋一齊食飯。佢哋污穢，我哋清潔，我哋要點啊？分開。結果教會就產生點啊？兩個不同嘅派系所以而家第15章嘅話，從猶太下嚟有幾個人，當然呢幾個人一定係咩啊？一定係信奉呢個摩西律法，而又接納咗基督做佢嘅救主嘅猶太人。所以佢哋嚟到邊處？嚟到安提阿。嚟到安提阿呢個時候啱咩啊？啱巴拿巴同保羅第一次點啊？傳道返到安提阿嘅時候就產生咗呢一個信仰上嘅危機。所以保羅同巴拿巴第2節就與他們大大的紛爭辯論。哇！講到紛爭就可想而知嗰種情況係幾激烈，尤其是係保羅。保羅係點咧？保羅相信佢自己所傳嘅信息，一個係咩啊？因信稱義。佢呢一個咁樣嘅信息係點嚟㗎？我哋睇加拉太書有人就話加拉太書係好早寫嘅係開呢個大公會議耶路撒冷會議之前寫嘅。而家我哋睇下加拉太書第1章。我哋睇第2個標題，佢話保羅傳的福音是從神嚟嘅，佢係直接從神嗰度啟示得嚟嘅。261頁，我哋再睇第17節，佢話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嗱，佢喺大馬色見咗異象，信咗耶穌，去到大馬色傳福音，離開大馬色去咗邊處？唯獨往阿拉伯去。佢去咗阿拉伯大約有3年嘅時間。邊度話俾我哋聽啊？第18節，佢話過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咁亦即係話保羅巴拿巴今次上耶路撒冷唔係呢度所講嘅上耶路撒冷見基法。呢個係保羅信咗耶穌之後喺阿拉伯曠野退休喺嗰度見異象，得到神嘅親自嚟嘅啟示。咁佢再翻去大馬色傳福音，3年之後
大馬色嘅人點啊？迫害佢，咁佢就點啊？俾城掉落嚟，逃跑翻到去耶路撒冷嘅。咁呢度3年之後咧，就係講保羅翻喺大馬色逃離大馬色城上耶路撒冷嘅時候，所以加拉太書第1章18節應該係講呢一次3年。咁嗰陣時咧，個耶路撒冷嘅信徒唔肯接納佢，點解啊？佢啱啱先至到處捉人到處迫害基督徒，對唔對啊？所以佢認為佢唔知係有冇作假所以結果只有一個人願意將佢介紹俾基法、俾雅各，就係邊個啊？巴拿巴。巴拿巴聽保羅同佢講佢見異象嘅信息，佢知道神特別係選召佢作外邦人嘅使徒，所以就將佢介紹俾基法。嗰陣只係住咗幾多日啊？15日。嗱，呢個係佢第一次上耶路撒冷，但係就係因為耶路撒冷嘅人唔肯接納保羅呢個咁大嘅轉變，所以保羅結果走咗去邊處啊？翻去邊處？第21節，以後我到了敘利亞和基利家境內，翻去佢自己嘅家鄉，就係大數基利家。咁呢一段時期咧，呢一段時間咧，保羅係單獨做呢個傳福音嘅工作。佢做咗啲咩工作？冇人講，路加亦冇記載。咁大約係有喺大數大約有9年到10年嘅時間。咁就嚟到翻嚟呢度再睇第2章，加拉太書第2章，佢話過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並帶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啟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所傳的福音對弟兄們陳說。嗱，睇住嚇，我哋嚟計數嚇。好多人就話呢一次係巴拿巴同保羅帶咩啊？帶捐錢啊！佢哋因為猶大地方有饑荒，佢哋要去供應呢個耶路撒冷嘅信徒們嘅需要，帶捐款上去耶路撒冷。但係而家我哋去計數，佢話過咗14年，點計？大早3年去咗邊處？嗰3年我哋唔計啦，去咗阿拉伯。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巴拿巴介紹咗佢哋俾彼得、雅各，然之後翻咗去大數。咁後嚟咧，安提阿有好多居比路人啦，個去呢個安提阿傳福音，向咩人傳福音啊？向説希利尼話嘅人傳福音啊，向外邦人傳福音。所以嗰啲外邦人就信咗耶穌，所以安提阿教會咧就好快嘅興旺起嚟。好多人都信耶穌啦，所以嗰啲人就叫嗰啲信耶穌嘅人叫做咩啊？叫佢哋做基督徒啊嘛。咁因此教會就覺得咁多外邦人信耶穌，情況係點啊？就派咗邊個去啊？派巴拿巴
去安提阿。咁佢喺嗰度咧工作之後咧，佢覺得自己點啊？自己一個工作唔得，佢想起邊個啊？想起保羅啊嘛，所以就翻去大數揾保羅，結咗揾咗保羅嚟咗邊處？嚟咗安提阿教會，同佢同工咗1年，然之後點啊？被按立差派出去作第一次嘅宣教活動。嗰陣時帶咗邊個去啊？帶咗馬可，記得嗎？咁我哋而家嚟睇清楚啦。保羅翻去大數大約有9年到10年嘅時間，翻落去俾巴拿巴帶佢去安提阿工作咗1年，咁就10年，對唔對啊？甚至係11年，佢出去點啊？出去傳福音，第一次旅程大約係3年嘅時間。咁嗰個10年或者11年，加上呢3年，咁佢哋翻到安提阿，見到呢個教派上嘅衝突，咁啊點啊？辯論就上耶路撒冷，啱啱幾多年？14年嘛，呢度講明加拉太書再過了14年，我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顯然呢一次加拉太書第2章講嘅應該係咩？應該唔係帶捐款上去嗰一次，帶捐款上去嗰一次應該係咩？係保羅啱啱俾巴拿巴揾咗去安提阿工作嗰一段時間帶錢上去嘅。然之後啲嘛，我哋睇翻《使徒行傳》第12章第25節，佢話巴拿巴和掃羅辦完了他們供給的事。咩叫供給的事啊？咪帶錢上去咯，救濟咯。然之後從耶路撒冷帶咗邊個嚟啊？馬可、約翰啊嘛。咁顯然呢度係第2次上耶路撒冷。第一次就係佢逃離大馬色，翻到耶路撒冷人哋唔接納佢，翻去家鄉。呢個係第2次，就係保羅被巴拿巴請咗翻去安提阿做佢嘅拍檔，遇到饑荒送咗呢啲去，咁就帶咗馬可落去。咁然之後第13章就講差派佢哋出去宣教，所以馬可就跟咗佢哋做咗第一次旅程嘅同工。半路又點啊？半路就踢咗佬，翻去耶路撒冷唔跟佢哋去。咁因此呢一次上耶路撒冷應該加拉太書呢次上耶路撒冷唔係捐款，係咩？係嚟開呢一次猶太會議爭辯後。呢度寫得好清楚，點解佢會帶提多去呢？點解下邊又講係奉啟示上去，把我在外邦人所傳的福音對弟兄們講呢？就係因為佢哋猶太呢個公會認為部分嘅人反對佢哋唔受割禮而歸信耶穌。提多呢？提多係外邦人，冇受割禮嘅，冇受割禮。咁我哋而家睇到佢帶一個唔受割禮嘅人上去耶路撒冷，就好容易被嗰啲信奉猶太教改信
基督教嘅人嘅攻擊，但係佢唔怕，因為佢係奉咩啊？奉啟示上去，係神啟示佢去嘅。嗱，大家唔好以為保羅係意氣用事上去係要爭個勝利，去一定要去辯論。佢話明我係奉啟示上去嘅，係將呢個因信稱義嘅道理喺耶路撒冷嘅教會裏邊建立一個穩固嘅根基。因為若果唔係咁樣咧，就點啊？教會就會分裂對於傳福音有所障礙，所以佢一定要上去。咁我哋好清楚，而家翻嚟《使徒行傳》係都係希利嚟嘅，咁佢即係佢帶過去作見證嘅。佢俾即係同埋佢上去，證明係咩啊？佢已經係接納咗佢係咩啊？保羅接納咗提多係外邦人作信徒，冇行過禮但係陣間我哋讀第16章咧，佢就同提摩太行過禮。保羅同提摩太行過禮點解啊？咁豈不是矛盾因為提摩太係咩？提摩太嘅阿媽係猶太人，所以佢按照猶太人，佢可以行過禮提多咧，提多係唔係外邦，唔係猶太人，係外邦人，所以保羅冇勉強佢行過禮。佢唔行過禮唔緊要嘅，因為唔需要行過禮就可以得救噶嘛所以喺呢件事上，保羅係好清楚嘅，係俾一個信耶穌嘅人有一個咩自由嘅選擇。你願意行唔緊要，你去受割禮，但係呢個與咩因信稱義無關。提摩太都可以。提摩太因為佢係猶太人，可以唔受割禮。佢可以唔受割禮，但係為咗點啊？去向外邦人傳福音，俾當地嘅會堂嘅人反對，覺得提摩太係叛教。佢阿媽係猶太人，點解唔受割禮啊？係嘛？所以為咗傳福音嘅方便，所以佢願讓呢個提摩太行割禮。呢個係工作上嘅策略，並唔係話提摩太你係猶太人唔行割禮，你信耶穌唔得救，冇呢個。保羅自己好清楚係讓人在基督裏有自由，你行。所以若果提多話我想行割禮你咪行咯，冇所謂我唔勉強你行，因為呢個與信仰無關。咁我哋搞清楚啦。而家咁開會嘅情況係點呢？我哋嚟睇，佢話而家第2節嗰度，佢話巴拿巴同埋保羅同埋本會中幾個人辯論之後呢，就要上耶路撒冷去見使徒同長老。呢個係猶太耶路撒冷教會裏邊嘅領袖使徒當然就係彼得、約翰呢一班咧。長老咧，我上次講過啦，因為雅各係咩啊？係耶穌嘅細佬，唔係使徒，所以當時雅各喺呢個耶路撒冷教會裏邊有一個咩啊？領袖嘅地位。因為彼得點啊？彼得成日被迫害、坐監、要掟佬，教會嘅工作主要就落在雅各嘅身上，所以雅各就成為耶路撒冷當時教會嘅領袖。佢唔係使徒，但係可以作為長老嚟領導教會。
佢話於是教會送他們起行，他們經過腓尼基、撒瑪利亞，隨處傳說外邦人歸主的事，叫眾弟兄都甚歡喜。佢哋一路辯論之後呢，就決意上耶路撒冷，向使徒們去分辨清楚呢個因信稱義，唔需要受割禮，外邦人都可以加入教會，成為信徒。佢一路走，腓尼基、撒瑪利亞，話俾到處嘅教會聽，因信稱義呢個道理係啱嘅，所以神祝福我去到外邦人嗰度傳福音，好多人都接納，到處都會有教會嘅興起，所以一路走一路為呢個因信稱義呢個道理作見證，所以沿路嘅教會聽到佢嘅信息，第3節佢話弟兄都甚歡喜，知道咩？知道大使命嘅意味係乜嘢？係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的見證啊嘛。咁而家外邦人能夠接納福音，證明基督嘅吩咐係啱噶嘛，係咪啊？唔係點樣去傳到地極啊？若果福音只係猶太人所享用嘅，咁耶穌升天使乜叫你去傳福音到地極啫？係咪？而家保羅上呢個大馬色見異象，成為外邦人嘅使徒，去做咗呢件工作，就證明咩啊？證明係神恩准嘅，以致福音真係更快嘅傳到去外邦人，所以個個都為呢件事歡喜。好，第4節，到了耶路撒冷，教會和使徒並長老都接待他們，他們就述說神同他們所行的一切事。有個見證人喺度喎，邊個啊？提多啊嘛，佢咪帶咗提多去嘅。我哋大早講加拉太書，佢帶提多去，提多係未受割禮嘅咩啊？外邦人信徒啊嘛。呢個係福音嘅果子，帶到佢哋嘅面前，證明神係悅納外邦人歸主嘅事。但係我講過，邊個最先接納外邦人做信徒唔受割禮嘅係邊個？係彼得。使徒行傳第10章講咩啊？翻轉頭睇，第10章177面，哥尼流蒙主指示，係嘛？最後翻去178頁下邊嗰個標題，彼得往哥尼流家傳道，彼得嘅宣傳耶穌，聖靈就降臨喺佢哋身上，咩意思啊？亦即係話彼得接納哥尼流一家點啊？信耶穌。哥尼流係咩啊？外邦人嘅軍官、百夫長，對唔對？佢哋有冇受割禮啊？冇啊！彼得仲同佢哋施洗，使佢哋成為信徒。點解啊？因為佢在講耶穌嘅過程當中，就睇見聖靈降臨喺呢啲外邦人嘅身上。既然係咁，神都接納佢啦，我點解唔接納佢啊？係嘛？所以彼得係相信點啊？外邦人
成為基督徒係唔使受咩啊割禮嘅，係唔係？咁而家嚟到耶路撒冷，保羅同巴拿巴將佢哋呢一次第一次宣教旅程喺加拉太建立咗好多嘅教會喺嗰度有好多嘅外邦人信咗耶穌。雖然佢哋在傳福音嘅過程當中受過逼迫，受到人哋各種嘅苦待，但係儘管如此，福音已經在外邦人裏邊扎根開花結果。第5節，佢唯有幾個信徒是法利賽教門的人。所謂法利賽教門，即係話佢哋一於要遵行咩摩西律法嘅人，一定要受割禮，守律法先至可以得救。咁呢班人就喺度嚟起嚟，在呢個會議當中一齊嚟辯論。但係在未開會之前呢，已經有好多人知道保羅巴拿巴上嚟，個個都喺度交頭接耳，彼此嘅傳講。喂，呢啲人係講唔使受割禮嘅喎，我哋應該要去反對佢，要佢哋遵行摩西律法嘅吩咐。若果唔係就唔得救。咁結果點啊？整個耶路撒冷嘅教會起咗爭論。唯有第6節，佢話使徒和長老聚會商議這事，搞唔掂啊？點啊？對立起嚟點啊？教會唔開團契啊，唔開愛筵啊。開愛筵嘅時候，你呢台受割禮嘅喺度食飯，唔受割禮嘅喺呢度食飯。咁有咩合一嘅精神？有咩嘢好嘅見證？所以唔得，一定要解決。所以使徒同長老就召開呢一個第一次嘅耶路撒冷會議，亦即係應該就係加拉太書第2章講嗰個佢哋上耶路撒冷。嗰個其實即係第3次，第一次就係逃難返耶路撒冷，第二次係咩？帶捐獻上去，就帶咗馬可去傳福音。第3次就係呢次，耶路撒冷會議，辯論已經多了。開會話佢哋可能好公開好民主你有意見你就發言，你反對你可以發言，你贊成可以發言，但係人多，你講下講多了講來講去都係你唔守唔得，我話唔使守，係嘛？咁冇結果，咁點啊？彼得點啊？彼得就起嚟說：諸位弟兄，你們知道神早已在你們中間揀選了我，叫外邦人從我口中得聽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呢個講緊咩啊？講緊佢向哥尼流傳福音嗰件事啊嘛。佢哋彼得翻去嘅時候，耶路撒冷啲人都話佢唔啱㗎，但係佢點講啊？佢話神接納嘅，我點敢唔同佢哋洗禮啊？因為我仲未同佢洗禮，仲未講完福音，聖靈已經點啊？降臨喺佢哋身上啦，佢哋可以講方言啦，有聖靈嘅恩賜，聖靈與佢哋同在啦，乜神都與佢同在，咁我話佢唔係信徒啊？我係邊個啊？我係耶穌嘅門徒啫喎，耶穌係神喎，我係人啫喎。人點可以敵擋神嘅心意啫？因為彼得
未去哥尼流傳福音之前，見咗個咩異象啊嘛，上邊落嚟嘅嘢要佢去食啊嘛。佢話我自細都唔食嘅，我守摩西律法，呢啲係邋遢嘢，唔食得。上帝話食啦食啦，結果呢個包袱就翻上天，咁就俾哥尼流嘅人請咗去講道，咁佢先至知道嗰個異象就係話神看為潔淨嘅，冇人唔可以當佢係唔潔淨嘅。所以喺呢度彼得就起嚟啦，喺呢個大會中，彼得係咩？彼得係使徒嘅領袖，喺神嘅恩典下，喺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做呢個傳福音嘅工作，大有果效，好多嘅猶太人都歸信咗耶穌。喺呢個時候，彼得起嚟，第8節，知道人心的神也為他們作了見證，賜聖靈給他們，正如給我們一樣，又藉着信潔淨了他們的心，並不分他們我們。嗱，彼得喺呢度講得好清楚，佢哋係咩？聖靈潔淨咗佢哋嘅心。呢句説話好緊要。割禮係咩？外表嘅儀式啫咯。割咗禮，嗰個心係點啊？冇潔淨噶，因為猶太人守嘅係咩？行為稱義啊嘛，守咗律法就稱義。所以法利賽人自以為義啊嘛，個個都點啊？行街又向天祈禱，係嘛？帶住晒啲咩經文盒，到處都話俾人聽，我係好咩啊？好高尚、好清潔嘅。但係耶穌話咩？你們這些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係嘛？外邊係乾淨，裏邊係咩？污穢，係死人嘅墳墓，你記得嗎？所以彼得喺呢度特別講出呢句説話，又藉着信潔淨了他們的心。點解有聖靈會降臨喺哥尼流家人嘅身上？因為彼得喺度講緊耶穌係點樣復活升天，仲未叫佢哋悔改信耶穌，佢哋已經點啊？佢哋已經相信了啊！嗱，我講過啊，你真係信，嗰一剎那就點啊？聖靈就點啊？進入你內心，與你同證，你得救，嗰個先至係真正嘅割禮啊！乜嘢叫做真以色列人？外表受割禮只係猶太人嘅儀式，信耶穌、接納耶穌做救主，承認自己罪過，願意被耶穌嘅寶血洗淨，一個信念一確立，你嘅心就點啊？得清潔。我哋有了清潔的心，就可以對住呢個清潔嘅心講：我做事冇違背我呢個良心，我哋就可以點啊？有自由，你可以犯罪，你可以唔犯罪，俾我哋去選擇。神俾每一個信徒都係有一個咩？自由選擇嘅意志，冇勉強。叫你唔好做呢啲，唔好做呢啲，唔係叫你唔好做，係你自己覺得點啊？唔可做。邊啲係神所喜悅嘅？你知道，聖經話咗俾你聽。你願唔願意行啊？你願意行，你就合乎神嘅心意，你就能夠喺人前活出見證。所以每一個基督徒最重要嘅，你問你自己，你信耶穌嗰一剎那係咪真正得到清潔嘅心？有啲人係咩？
為咗某一樣嘅目的去信耶穌嚇，或者見到乜嘢特別嘅嘢信耶穌，佢冇覺得自己係咩啊罪人，冇覺得自己係應該接受耶穌寶血嘅洗淨，神赦佢嘅罪。咁因此嗰啲人呢，往往就成為假信徒、假弟兄啊。所以我哋好清楚啊，喺呢個辯論嘅過程當中，彼得起咗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因為佢知道神嘅心意，佢接納外邦人信耶穌，所以保羅巴拿巴嘅工作佢肯定係啱嘅。第10節，現在為什麼試探神，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所不能負的軛放在門徒的頸項上呢？咩意思？點解要把我哋祖宗我們所不能負的軛？咩意思？呢個軛就係律法，而且唔係淨係摩西嘅律法，係好多文士後嚟點啊？嗰啲口傳嘅律法，係嗰啲文士去解釋咩？解釋律法啊所寫落嚟嘅規條。點解啊？因為嗰啲律法書俾巴比倫點啊燒晒，對唔對啊？做咗俘虜，所以佢哋回歸耶路撒冷嘅時候，想讀聖經都難，去揾本都難。咁點樣叫呢啲猶太人守律法啊？咁咪要文士點啊？口講解釋啊！所以咧，你哋食飯就要洗手咯嚇！你哋去外邦人嘅城市翻嚟，就要入門口就要除鞋，掟乾淨啲泥沙先準入屋咯，係嘛？好多條㗎，幾百條㗎，點啊？邊個守得了啊？咁啊，即係話嗰啲律法條數好多嚇，成為一個咩啊？成為一個枷鎖。其實人人都未必守得，守得都係咩啊？好似法利賽人裝出嚟嘅。所以彼得喺度直情指佢哋啊！你哋點解要試探神？把祖宗我哋所唔能負嘅軛，我哋都守唔到，點解一定要佢守啫？因為律法點規定啊？犯一條就犯晒。咁你話幾百條有一條唔記得嘅，咁你就已經係點啊？已經係唔得救啦，係嘛？唔乾淨啦，係嘛？唔被神接納啦，對唔對？所以彼得就知道，只要我哋信耶穌，得到呢個清潔嘅心，就唔需要去背誦呢幾百條嘅規條啊，因為耶穌講過，最大嘅誡命係咩？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你的神。其次就係咩？愛人如己。就係咩？律法嘅總歸啊嘛。咁因此唔需要背呢啲嘢。新約嗱，乜嘢叫做新約？舊約就係神同以色列人定嘅，要佢哋守住呢啲規條。若果犯就要點啊？獻祭贖罪。但係新約咧，既然係新約，舊約就唔在新約嘅信徒身上起果效，所以新約嘅基督徒係唔需要守舊約文字嘅規定，因為新約係憑咩啊？憑信得救嘛。呢個先至係主題。約翰福音講得好清楚嘅，3章16節係咩？信耶穌嘅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係信。所以彼得喺呢度作咗一個好大嘅見證。第11節，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和他們一樣，
這是我們所信的。所以喺呢度就為保羅巴拿巴因信稱義作咗一個咩啊？好大嘅支持。佢講明㗎嘛，我們得救，即係我哋今日耶路撒冷所有嘅信徒們你係耶路呢個法利賽教派嘅信徒又好，我話俾你哋聽，我哋得救都係因信耶穌嘅恩。乜叫因信耶穌嘅恩？點解呢句説話？呢個恩係神白白俾我哋㗎，唔係我哋因行為而稱義㗎。若果係因行為稱義，我哋今日個個都仲係罪人。你冇犯罪啊？你信咗耶穌，冇偶然落在罪惡過犯之中啊？咁我哋係咪要次次再翻去係要去靠耶穌嘅寶血再洗一次啊？因為耶穌嘅寶血一次就點啊？永遠有果效。呢個果效係乜嘢？果效係改變咗你內心，清潔咗你嘅心，你就唔會有點啊？落在罪惡過犯之中。但係我哋仍然有個老我啊，我哋會有犯罪啊，但係聖靈會點啊？感動我哋點啊？回歸到神嘅面前認罪，佢又會再一次接納我哋。但係我哋因為嗰一次真實嘅信耶穌，我哋一次得救就咩？永遠得救。呢個永遠得救唔係靠我哋，唔係靠我哋守行為，嗱係靠咩？聖靈喺我哋內心嘅工作。而因為我哋個個都得着咗呢個清潔嘅心，你今日係咪有一個清潔嘅心？你係咪真係已經承認耶穌係你嘅救主？呢個先係真正得救嘅。所以因主耶穌的恩和他們一樣，佢哋都係因為信而領受嘅。所以我哋就唔應該將我哋祖宗所唔能夠負嘅軛加喺佢哋身上。咁咪即係話唔需要佢哋守咩？摩西嘅律法。第12節，眾人都默默無聲。彼得講完呢一番見證，有力嘅見證，嗰啲喺會議上極力反對外邦人唔受割禮就得救嘅人，呢個時候都咩啊？無話可説，所以默默無聲。聽巴拿巴和保羅述說神藉他們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蹟奇事。嗱，呢個時候大家又睇喎，好特別嘅喎。而家又唔係保羅行頭咯，係邊個啊？巴拿巴行頭。點解？因為巴拿巴呢個名字喺耶路撒冷教會裏邊係點啊？好有地位。點解啊？佢係一個聖靈充滿嘅人，佢係一個滿有愛心嘅人，佢可以賣晒佢嘅家產點啊？去供應教會嘅人，係嘛？佢又係一個代表耶路撒冷教會嘅人去邊處啊？去安提阿教會視察嘅人，佢留喺嗰度揾到保羅，建立咗安提阿嘅教會，又喺嗰度同保羅一齊出去傳福音。因此巴拿巴喺耶路撒冷嘅信徒當中點啊？有見證，有力量，所以喺呢度就將巴拿巴擺在前邊。可能呢個時候係巴拿巴説話都未定啊！
佢講咩？若果神唔喜悅外邦人傳福音嘅話，咁就唔會有神蹟奇事隨着佢哋，係咪？你哋記得啊？嚇，保羅啊，傳福音嘅過程當中有個叫做巴耶穌，記得嘛？裝神弄鬼，自己做耶穌，所以叫佢做咩啊？叫佢盲，即刻盲咗啊，係嘛？咁呢啲咁樣嘅神蹟奇事伴隨啊，以致外邦人從佢哋嘅身上相信神嘅能力，而接納呢個福音。佢哋喺嗰個大會處做咗好多見證。第13節，他們住了聲，雅各就說：大早嘅眾人默默無聲，佢哋唔講啦。巴拿巴、保羅就講佢哋第一次傳福音嘅過程點樣使到外邦人願意接納耶穌。而家佢哋又講完啦，唔講啦，住了聲。雅各就說，證明點啊？證明雅各喺呢個耶路撒冷會議當中起咗一個主席嘅作用。彼得喺嗰度做咗見證之後，雅各就起身說話：諸位弟兄，請聽我的話。大咗你聽咗彼得講過，巴拿巴、保羅講過，而家到我講啦。第14節，方才西門述說神當初怎樣眷顧外邦人，從他們中間選取百姓歸於自己的名下。雅各喺度講得好清楚，西門啱啱講完神點樣使佢喺哥尼流呢個家裏，使佢哋全班嘅人都信耶穌呢一個咁樣嘅事係點啊？唔係咩啊？唔係彼得嘅口才好，乃係咩啊？係神眷顧佢哋，係神喺佢哋當中選取佢哋。嗱，咁睇得好清楚啊！唔係個個外邦人都得救啊！所以我哋唔好有一個普世普救論啊！神愛世人，咁即係話神要個個人都得救嘅，係嘛？咁咪即係話個個人都得救嘅？唔係，你唔信唔得救所以喺呢度話明係選取。咁點樣叫做選取啊？因為神係咩？無所不知啊！佢預知，所以佢就預定。所以我哋成日聽到預定，點樣預定法啊？我定咗佢得救，我定咗佢唔得救。咁我哋仲傳咩福音啊？你定咗你都唔得救嘅，我傳你都冇用啊，係嘛？唔係，係神先預知邊個人係得救。佢預知猶大唔得救，預知猶大去賣耶穌，唔係預定猶大去賣耶穌喎。猶大唔去賣耶穌，仲有人去賣耶穌㗎。所以我哋要搞清楚呢啲道理所以喺呢度雅各起身講呢句説話係好緊要嘅，係神眷顧外邦人，喺佢哋中間選取百姓歸在自己嘅名下。第15節，眾先知的話也與這意思相合雅各喺呢度點解講出眾先知的話？因為舊約
猶太教個個都點啊？喺會堂聚會就點啊？先讀咩啊？摩西律法，後讀咩啊？先知書啊嘛。佢哋先知係點講嘅？先知係講彌賽亞嘅降臨啊嘛。咁呢啲嘢今日外邦人能夠歸主係神嘅恩典。呢啲係先知早已經喺舊約嘅聖經裏邊講得好清楚嘅，係冇矛盾嘅，係意思係相合嘅。正如經上所寫的，此後我要回來，重新修造大衛倒塌的帳幕，把那破壞的重新修造建立起來，叫剩餘的人，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尋求主。這話是從創世以來顯明這事的主說的。咁呢段經文係點樣喺邊度嚟呢？因為又答拜講到呢度，下次再講呢段嘅經文嘅來源。咁我哋請高太禱告結束。